上有古人智慧，暢談今古雙輝。一點詩情畫意，無限前言哲思，有朋城古風來，不亦樂乎。報上名來，廖舜熙、曾嘉敏主持，似是古人來。歡迎收聽《似是古人來》，我係嚟自文教組嘅曾嘉敏，喺我身邊仍然有我嘅好拍檔廖舜熙博士，廖 Sir。大家好，廖 Sir 啊，我咧最近咧做咗你嘅讀者啊，因為咧喺社交媒體咧，我發現你發表咗一篇長文啊，呢個文章之長咧要分上下兩個章節先足以抒你嘅感懷喎。咁啊呢一篇咧就叫做《恍如一信出道為師25週年記》。洋洋灑灑嚇回首你嘅為師之路咧，一步一腳印嚇，我真係睇到好感動。堅守呢個傳道授業解惑崗位25年，我覺得殊不容易。所以今集咧，似是古人來，我決定咧就要請教我廖 Sir 你。為師之道揾你嚟講咧最適合不過。我又唔敢話即係請教啦，咁啊但係好老實，好多人比我教嘅時間仲要長係嘛？20零歲入職咁啊，教到60歲，梗係可以有20幾30年啦。但係最難嘅地方，或者我最感恩嘅地方咧，係過咗25年，依然有 passion 有熱情對住啲學生咧，依然做到傳道授業解惑教育嘅。講起教育咧，其實最初呢個詞咧出自好似係孟子啊，係咪？盡心篇上，佢就話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就三樂也，即係話好快樂啦，係嘛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，我反而覺得咧，就天下蠢才而教好之咧，就更樂添。所以咧，說文解字有解釋就話教咧係上所思下所效也，而育咧係使子作善。點解我話得天下英才蠢才教都開心咧？因為關鍵就係說文呢句說話叫做使子作善也，希望佢哋善化佢嘅人生。所以我嘅理解就係教育係一個過程，而化咧就係轉變。個育咧其實就係最後嘅果效同埋目的，都係以善為本，啟師化成嘅過程咯。正如你嘅而家任教嘅呢一間大學啊，港大嘅校訓明德格物，廖 Sir 不如都請你介紹下明德格物係點解咧？係啊，明德格物我覺得非常之好嘅嗰個校訓取得。嗱，格物咧就係窮究事物原理嘅法則，咁呢個好明顯就係科學啦，係咪研究啦，係嘛？總結咧成為理性嘅知識。但係你淨係呢樣嘢唔夠噶嘛，你要賦以明德，即係意思就係彰顯崇高而顯明嘅德性，即係話以智去養德，或者德智齊津嘅兩邊嘅過程嚟嘅。係嘅，好嘅教化咧就可以令到後生仔啦、莘莘學子啦，佢哋先係明白個道理，然後運用佢哋嘅所學，進而兼善天下。就退亦能獨善其身，咁呢個係最理想噶啦。孟子又話啦：得志時廣布恩澤，使蒼生皆能蒙受其惠；失意時亦保持個人節操修養。唔通好多香港嗰啲 DSE 狀元呢，係咪好早就已經悟出咩叫廣布恩澤，以使蒼生皆蒙受其惠呢？所以佢哋大部分啊都立志讀醫，要懸壺濟世咁嘅呢？咁啊好嘅，我覺得嗱，濟世有利己，無可厚非啊。仲有香港最好嘅讀醫生咧，做醫生咧人工高啊嘛。但係不過我就覺得你問得非常好嘅，因為咧嗱，我好支持班學生啊，讀咁好成績，狀元啊，榜眼探花讀醫嘅，但係反觀外國咧，就確實少咗啲多元性嘅。我記得有一次咧，有一位醫科生咧就修讀咗我一科好似中國藝術咁樣嘅，但係我咧就冇俾 A 佢。係，哇！佢喺我 office 裏邊咧就鬧咗好多次，都問咗無數咁多次，就不斷咁講一句說話：我啊全部都攞 A 嘅，點解你呢科攞即 B 咧？咁我慢慢同佢傾，如果解釋咗俾佢聽點解佢 A 唔到，我話你如果要做一個好醫生咧，你若要治人嘅病，
先要醫好自己嘅傲慢啊！廖 Sir 你能夠透過佢交俾你嘅作業當中就已經睇得出佢嘅傲慢喎，似乎係嘛？係啊，因為每一個人，譬如你醫科好叻，係嘛？唔代表其他嘢好叻噶嘛。咁但係你呢一科你就要對人嘅，即係我哋對無數咁多人，有無數咁多嘅病例。如果你堅持自己一定係狀元，一切都係狀元咧，咁唔相信呢個係一個好醫生啦。你遙看西方教育嘅詞源啦，呢個 education 咧，其實源自拉丁文係 ed care。意思係咩啊？係引導、引出啊，係意思用一定嘅手段，係老師啦，係咪？係不設唯一嘅目標，將學生潛藏嘅個性啦，亦都強調善性同智慧，去誘導出嚟嘅，係從一種潛質轉化為現實嘅教育過程。我咁樣理解咧，就有啲似孟子咧，將人類當中基希嘅善性發揚嘅呢一種主張有啲相似啊。孟子咧就講人禽之別啊嘛，人同禽獸咧其實就只差一點點，就係基希嘅善性。雖然咧就係與生俱來，但係咧教育咧就係要將佢引導同埋彰顯出嚟嗱。但係廖 Sir 你頭先就話啦，教育咧係不設定唯一嘅目標。不過咧每一次咧，包括我而家咧都進修緊啦。好多時啲課程單元咧，第一堂派教案啊，或者教學大綱啊，或甚至我估你帶好多啲交流計劃，都要有一張嗰啲章程俾嗰啲同學。第一格咪就係寫住 target， 寫住 purpose 或者 aim 咁樣嘅喎。咁同你頭先講話唔設定唯一嘅目標係咪相違背咧？冇相違背嘅，但係肯定係寫 paper 同埋真實咧係兩回事嚟。問得非常好。你講交流説氣啦，我帶咗深度探險交流都10年啦，跟我去過神州大地係咪親隻祖國嘅學生咧，多達超過3000人。讓學生真係了解到文化嘅溫度、風景嘅深度，讓啲細路感受一下藏文嗰杯酥油茶咧，親戚一下個絲路嘅敦煌窟啦，定係靜聽一個清雅嘅古琴曲，佢就自然感覺到我哋古人文化嘅博大精深，甚至國家嘅寬恕愛護噶啦。咁我哋都好期待咧。如果有一日廖 Sir 你除咗帶學生之外咧，即係對於我哋好有興趣了解中華文化嘅話咧，能夠跟你嘅團咧，即係除咗因為裏邊嘅內容之外咧，我相信你嘅個人魅力啦，同埋你嘅團嘅口碑啦，都令到好多學生都追隨你咁樣啦。好啦，咁你作育英才咁多年，帶過咁多學生，我相信好多你嘅門生咧，而家自己咧都繼承咗你嘅志業，成為即係教師嘅一份子。你睇翻呢一班新嘅教育工作者當中咧，佢哋又體唔體會到你頭先所講嘅呢番精神呢？體會到嘅，不過要時間俾佢哋嘅。冇錯，我觀課都接近18年啦。我發覺而家啲新一代嘅老師確實係遠比我聰明，遠比我能力高。但你話會唔會佢哋有啲咩問題呢？係有嘅。我發覺而家好普遍啲老師呢，教學裏邊呢係發乎其下，就德乎平庸嗱，我哋以前細個成日教噶嘛，我哋發乎其上，德乎其中啊嘛，係咪啊？但係而家咧，因為可能佢哋好拘泥於什麼嗰啲 SEN 啊、乜乜障礙啊、乜乜症啊咁嗰啲啦，咁所以好多時咧就唔敢發乎其上，就為教學預設好多嘅限制。咁因為佢哋同我講，哎呀老師，因為有好多先天嘅問題，咁我哋咧唔好講得咁深啦，難嘅就唔好做啦，偶有誤會啊，千祈唔好說啦。咁咧呢一啲咧，唔知係咪家校啦、輿論或者當局所設之限啊？但係好多時啲新進老師咧，會因為呢個大環境而自我設限。我俾個例子你啊，運動會跑100米跨欄係咪？人人同時起步，當然係公平啦。係啊，但係你逼個人都要到終點，同要一齊到終點，呢個就係迂腐咯。係。即係呢個咧就唔係我哋認知嘅因材施教啦，係嘛？即係好似集體都弱化咗一種無論係課程又好啦，或者係大家對一啲事物嘅認知都好啦嚇，可能甚至會窒礙咗有啲有潛能嘅同學都唔奇嘅。咁如果係咁，呢個係咪就係唔符合廖 Sir 我哋啱啱節目開首所講嘅為師之道咧？係啊，因為冇理由要每一位學生都一齊衝過終點，跟住大家拍晒手影個相，咁係個好嘅教育嚟噶嘛。係，所以好嘅為師之道，我自己覺得就學於萬有之間，而師生咧係兩忘煙水裏。哇，兩忘煙水裏啊，並唔係講緊《天龍八部》之六脈神劍啊，係咪？呢個唔係黃霑叔所寫嘅呢個歌詞，而係我咁睇啦，係廖 Sir 對教學嘅真義嘅一種領會啦。學於萬有，就教學相忘。講嘅咧就即係你教學生之餘，其實呢啲學生都教緊你。所謂教學相長啦，我諗呢樣係。
就正如咧莊子咧就有講嘅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。中國象形拳嘅精髓，我覺得就係呢樣嘢啦嚇。先賢啲人呢，就放低咗人類嘅傲慢，就向自然度學習。咁啊，古人呢，就望住啲馬騮群嬉嚇，就可以創出猴拳嘅36路閃躲。呢個道理即係講緊，唔係淨係你係作為師長咧就去教人，其實萬物都教緊你嘢。冇錯冇錯，好多時老師最大嘅問題喺邊？不過我自己都成日反思嘅。係5年啦，10年啦，你必定成為權威嘅，梗係啦。課程係你 set 嘅，教材係你俾嘅，最緊要咩？個 marking scheme 即係個改卷嘅方法都係你定嘅，點會唔係權威啫？係無論求證同旁證都係你嘅人，唔係我嘅人係我啊！咁所以好快就會變成咗咧盲目嘅權威，我係最威嗰個。係呢個係各位老師必定要反省嘅，我自己都係不斷。咁你頭先講起猴拳係啊，電影《醉拳》係嘛？嗰個主角都係啦，喝到飲到東歪西倒，其實暗藏玄機嘅喎，係嘛？佢係仿效猴子嗰種瞬間嘅應變力，呢個咪就係正係周易講窮則變，變則通咯。文化縱橫遊，張俊浩。好多時我哋去到寺廟見到啲出家人嘅時候，我哋可能會尊稱佢做師傅，或者我哋會叫佢做和尚。咁究竟和尚呢兩隻字係點嚟嘅呢？嗱，根據一啲學者追尋字源嘅時候，其中一個說法係話和尚呢兩隻字呢，其實係由一啲西域嘅語言個音轉過嚟嘅。喺印度，佢哋會通稱世俗間嘅博士做烏邪，而去到于田王國，即係一個古伊朗嘅佛教王國啦，嗰度呢，就將烏邪呢譯做和社或者和蛇嘅，而再傳到去中國嘅時候呢，就慢慢音譯做和尚啦。嗱，所以和尚呢隻字呢，其實唔係佛教嘅專有名詞，但係喺佛教入邊呢，亦都的而且確係有佢嘅根據噶。嗱，喺佛教律藏入面呢，會稱一啲剃度師或者傳戒師做烏波陀耶，而烏波陀耶就係和尚呢隻字嘅其中一個意思啦。而只有一啲受咗比丘戒10年以上，並且熟悉比丘同比丘尼兩部大律之後，有資格幫人剃度啦，幫人受戒啦，先至可以被尊稱為烏波陀耶噶。嗱，所以某程度上，並唔係個個出家人都係和尚噶。咁究竟佛教入邊嘅出家人仲可以點分呢？嗱，喺佛教嘅律制入邊，初出家而你又未滿20歲呢，就係做沙彌嘅。而沙彌呢隻字嘅意思就係希望呢啲少少出家人可以勤力多啲，息惡行善嘅。而去到20歲而你又受咗比丘戒呢，就可以稱為比丘。比丘係指一啲出家嘅男子，比丘尼就係指一啲出家嘅女子啦。而受咗比丘戒5年之內咧，係唔可以做出家嘅同道之師。5年之後，如果你有通曉戒律咧，先至可以將自己學到嘅嘢教人。到時咧就會稱為軌範師。而10年之後咧就可以做親教師。20年之後就會被尊稱為上座。去到50年以上咧就會尊稱為耆宿長老啦。而根據一啲佛經咧，會將比丘分為經師、律師、論師、法師同埋禪師嘅，一共有5類。善於誦經嘅叫經師，善於持律嘅叫律師，善於論義嘅叫論師，善於說法嘅叫法師，而善於禪修嘅就叫禪師啦。廖順熙、曾嘉敏主持，似是古人來。我哋睇唔少功夫電影啦，你頭先講醉拳啦，咁我啊就細你一截啦，咁所以我睇下周星馳嘅功夫啦，咁裏邊又係我都見到周生拍嘅電影當中咧，其實都好多時就係暗藏呢一種嘅學習嘅道理喺入邊嘅，例如入邊個裁縫佬，佢有鐵線拳係好剛猛嘅，現實中嘅螳螂拳咧就係講究呢個虛實交錯，其實佢都係喺
呢啲螳螂嘅動作當中咧，去吸收嗰個養分，令到佢可以咧喺功夫上咧再創新猷。咁呢個就正正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，萬物皆為師啊！冇錯啊！你甚至我建議啲新進嘅老師，你以學生為師啊！嗱，頭先我哋講功夫，阿周生又好，早少少啊，李小龍龍爭虎鬥，你哋都話 OK， 我以佢哋為師，佢哋夠勁，你試下。莊子話道在奮力啊嘛，可唔可以以你認為學識最低嘅人，即係學生啦，佢跟你學嘢噶嘛，為師咧？甚至好多已經啱成為老師嘅學生話我聽，哎呀，我最怕反而唔係學生同教學啊，知唔知係咩？唔知啊，係家長啊！哦，我就教佢，你試下以家長為師，你咁嘅心態咧，你就可以做到一代宗師係嘛？嗰個阿老宗師講嘅，你見天地，見自己。見眾生，因為你師法萬有，而萬有仲可能係一啲你認為最低級嘅，最無理取鬧嘅，係嘛？你唔係淨係去模仿佢，或者係取悅佢，佢點樣同佢去傾，同埋學習於佢，咁呢一樣嘢就真係與天地氣息相通啦。好認同呢一個即係學習嘅方向所講啦。而家咧人大咗咧，尤其喺職場上啊，我諗好多打工仔都有呢種體會。唔單止係對於可能你一個好好嘅領袖咧，可以俾到一啲嘢你學習。其實你身邊咧，哪怕係真小人定偽君子咧，你面對緊佢咧，都教緊你一啲招式嘅。只要你能夠睇通睇透佢哋嘅招式，能夠拆解，其實咧你嘅道行又高咗噶啦。係冇錯啊！我記得好清楚，我帶交流嘅時候啦，個係我係領袖啦，但係我真係睇高德或者 Google 或者而家新嗰啲咁嘅地圖咧，係冇佢哋咁叻。到最後我哋揾嚟揾去，我上去珠峰，咁又揾一個叫舊嘅擁抱紙嗱，上過珠峰大本營嘅朋友都知道咧，擁抱紙係世界上最高嘅一個寺廟。原來佢仲有舊擁抱紙嘅喎，咁大家咧頭先講啦，用晒所有嘅地圖、所有嘅古籍都揾唔到佢喺邊，揾唔到邊，跟住到最後咧即係一個 Year One 嘅小朋友，佢喺抖音度揾到俾我睇，係啦，嗱呢個咪要學，我拍晒手，我就真係話今日你係老師，係嘛？佢話原來喺西北方4公里啫，你只要咧應付到個高山反應咧，我哋會揾到佢喺抖音度揾到啦。呢個咪學於小朋友咯。所以天地萬物咧，我覺得咧都係吾師，學於學生，學於同事，學於山川，甚至學於禽獸。咁即係咧，簡單一句，冇人咧係叻晒，冇人咧係可以贏晒嘅嚇。師之所傳就道之所傳，無論係螻蟻啦、自然啦，由古至今，我哋都係師於萬有。正因為係咁樣，對於學生咧，我哋就會喺禮記咧揾到呢一句導而弗牽，引導而唔係牽引對方嘅。我又諗起咧，我哋共同嘅一個偶像啊，廖 Sir，蘇軾。蘇東坡咧就係你知佢又係呢啲即係高人嚟噶嘛嚇。有人咧就問佢咩係真理，咩係佛陀，有咩講？佢寫咗一首咧我好中意嘅詩嘅，就叫《廬山東林子偈》。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。夜來84000偈，他日如何舉爾日？係啦，即係話溪聲係老師，無聲又喺度說法，生活就即係道場。冇錯啦，成句嘅意思就係啲人成日好中意問噶嘛，邊度係佛法，邊度係真理？佢話俾你聽，你合埋眼，整個世界，整個虛空，萬有都係你嘅老師，都在說法咯。係蘇軾呢首詩我真係好喜歡嘅。長大後咧，其實我先發覺咧，呢啲詩詞咧，細個就未領悟到道理啦。大個當你有人生閱歷咧，你特別覺得咧佢哋嘅寓意係好深遠嘅。咁但係啦，頭先講啦，年紀小嗰陣不明詩中意，就難免會為咗課業就只能將呢啲詩就背誦硬記啦。廖 Sir， 你啊教中文咁耐啦，你係點樣睇背誦與操練呢一種方式咧？我寫過好多篇文章㗎，以前做咩咧？嗱，記唔記得早10零20年前咧，我哋教學界，你係後生啲啦，你嗰陣上堂啦，就唔知點解一聽到背誦咧，就立時有個等號就係咩？死記硬背，冇錯，毫不科學。係，其實咧諗下先，你背緊係乜嘢？如果嗰啲係好嘅，
咁點解唔可以背啊？你學英文嘅朋友教授都話俾我哋聽啦，係要背英文詩嘅噃，係要背莎士比亞嘅噃。譬如你學粵劇嘅，第一件事就真係要背足晒嗰啲粵劇戲簿嘅喎。個關鍵係你背乜嘢，你操乜嘢啊嘛。咁相信呢種背誦同埋操練呢，都為好多小朋友咧帶嚟咗一啲壓力。啲壓力嚟自咩呢？因為佢哋要應付考試，而唔係真係咧去真心領悟嗰個詩中嘅意思啦。講到壓力呢，除咗啲小朋友之外呢，我相信而家嘅老師呢，因為工作咁繁重啦，再加上好多學生啊，都以佢馬首是瞻啊嘛，好多問題都要請教老師，相信呢，佢哋嘅心理壓力都好大啦。嗱，為師25年嘅廖 Sir， 你又有啲咩心得可以自處呢？嗱，真係講得好啱，只係心得而自處嘅啫，唔敢話教呢啲新進嘅學生或者老師嘅。肯定嘅就係我請佢哋專業，但不執着。嗱，剛剛有一套好出名講生死啊，講地獄嘅電影啊，啱啱個女主角咧，每一次都係㗎，因為醫唔到個人咧，佢就好悲哀，好沉痛，因為佢認為醫護一定要救人嘛，救唔到就係自己嘅責任。好似我某幾位成為老師學生都一樣㗎，成日都係人人可教，人人可救。大佬啊，信念係好好啫，但係真係後來會救唔到㗎嘛，咁佢就會驟然失落嘅。所以我建議各位老師，嗰啲教人嘅專業人士咧，你哋盡力投入之後，無論失敗定係成功咧，最緊要係放下同埋抽離，破除專業嘅執着。因為專業嘅人士咧，好多時候都希望被肯定嘅，係嘛？譬如個電影裏邊個女仔希望個父親嘅讚許啦，係咪啊？甚至演變到，哎呀，老豆一定以為我好丟架啦，係嘛？我啲學生都會咁同我講啊，阿 Sir， 我一定係教得好差，丟你架啦。原來父親一直當佢係寶啊。係咪啊？所以專業為師咧，應該要盡力而為，但係輕輕放下咯。自我檢視、檢討進步係最好嘅。學生嘅感激咧，其實係遠比校長甚至係家長對你嘅嘉許咧更有價值嘅。說到底咧，都係講態度呢樣嘢啦。個態度嘅態字咧，就係由個能字加上心啦。一切咧都係能力加上心態。希望各位嘅老師都可以享受佢嘅教學，同時間亦都春風化雨啦。不管天資好不好，也會眷顧你的前途。